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今仔日要绍介的语词是咱身躯的部位当中最接互人提出来讲的，就是尻川。尻川汉字写做尻川，罗马字写做科阿卡斯恩村，尻甲川拢是第一条。尻川就是腰。和大腿中央的部位，伫身躯的后壁面，尻川迄两块肥肥嫩嫩的肉叫做尻川皮，排泄的所在叫做尻川口，也是粪口。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尻川常在摕来做转移使用，亲像替人切尻川，其实毋是真正摕卫生纸去甲人切，是咧讲替人处理。遐个人做袂了的工课，也是进前做歹代志产生的效果。啊，那当尻川是讲一个人去亲戚朋友厝里，一开讲落去，就袂记你时间，唔知通转去啊。你哪会遐尼长尻川哈？是去人兜就唔知影通转来，即马几点啊？好头好面臭尻川，是咧讲卖物件的人调工阮麻其中暖气、氦气的部分，敢若强调好的部分来变消费者买，嘛会使形容人做的代志外表看起来真水气，斟酌甲看，才发现有真侪问题。家己做医生，尻川烂一边，本来是讲医生要甲患者看病。虽然家己的病嘛治袂好，互人无法度信任，用伫其他所在，就是咧讲人有嘴讲别人，煞无嘴讲家己。喂，乌三，你是毋知影遮袂当食物件？实在是互你气死呢！溜尻川，尻川皮，粪口。切尻川，长尻川，好头好面臭尻川，家己做医生，尻川烂一边。李医师关心你的健康甲病痛，爱啉茶、青菜、果子嘛爱食，逐工固定时间去便所区保护你的尻川。今仔日逐工一句就讲到这，若有秘籍的问题，请卡0800。控肉饭、控菜头，控800控肉饭、控菜头，咱后摆再会。